高雄港码头管制站有真侪港口工作人员来做第二摆采检。另外一边，基定管制区有接触风险的民众，共款方叫回来采检，都惊港口疫情会继续传出去。这已经是因伫咧3阶段内底做第二摆 PCR， 包括中港、上港区，跟在我们旗津造船厂、修船厂相关接触风险的工作人员，从25号大家一起跑。 好，然后到28号我们再一次，那这样间隔3天。隔3天各做一摆 PCR， 就是希望调查出病毒传出去的情形。另外，伫咧今仔日到2月初7，修理船的工课拢要全部动起来。受影响的市府会补助1天1000块，做工课进前嘛拢要有 PCR 的阴性证明。这些相关的工作场域，也能够休息。那等11天再开放再进来的时候。 那就会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区域。政府提升防疫，就和港务公司嘛透过 App 来比对工作人员敢有照规定来做体检。伫社区为了降低接触的风险，高雄捷运嘛宣布，为明仔载开始到2月28，无必卖单方向的车票。 希望说可以减少大家接触的机会，然后让民众呢可以使用自身的一个多元支付的一个用具呢，就可以进闸门。伫几年前，各单位和市府拢乖乖做防疫，希望民众会当安心登去高雄过年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